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或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长于己；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魂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
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福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十叩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二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以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
十方天兵赴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叩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阁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赴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
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感恩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，后学晚上就学到这里，学习到这里，谢谢。啊，不是结束了，哦，还有回向文呢。回向文。哦，对不起。好，爱祥其无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逊尼，请各位自己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赵长明，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致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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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点传师慈悲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谢谢月英姐导读。感谢习组长慈悲哦，感谢习组长师慈悲。晚安。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领任哦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再见喽。